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18号，要甲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第4节，19到26节。撒母耳下传第6章12到19节。希伯来书第1章5节到1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天使。咱伫圣经的中间咧讲到天使，我想咱有足侪的想象的空间啦吼。若阵是美术老师出一个话题，互咱来画，就是天使的时阵，我毋知大家会安怎画吼。可能有人会画迄个白色的人啦，也是讲迄个穿白衫的人啦吼。后壁生一对大大的狮啦吼。头壳顶阁有一个光箍吼，咱会想象伊可能真够唱歌，因为伫路加福音第2章的记载共款。但是伫圣经内底安怎讲？除了路加福音的记载以外，福音书记载耶稣的降生啦、受试探啦，等等这样的代志。阁有其他的所在有记载。天使无，我想这会当互咱来思考啦吼。对伫天使的解说有足侪无共款的解说讲伊特质等等的基本上今仔日牧师无要甲伊讨论讲天使伊的即个本质是讲伊到底是安怎吼。可能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伫咱。放焦点伫天使的工作啦吼。伫旧约基本上无称作天使，天使这个词是伫新约出现的。伫旧约称作是上帝的使者吼，上帝的使者马拉克，这是希伯来文吼。迄意思就是讲上帝所差遣的，是代表上帝。虽然。伫希伯来人的概念顶悬咧讲的讲天使好若亲像一个灵啦吼 ，spirit 吼。嘛认为讲伊是一个圣的吼。因为天使是代表上帝，所以伊必须要有上帝的性格。但以理书第4章13节安尼讲，我伫眠床。顶悬脑中有看见异象，看到一位守望的圣者对天降落，所以伊安尼提到意思就是讲，上帝的使者必须是圣洁的吼。天使基本上是一个罗卜的形象啦吼。好，咱亲像伫诗篇104篇第4节所讲的，用风做使者，用火做罗卜。这也是今仔日咱所咧看的经文伫希伯来书内底所写的吼。咱看到即个诗篇会记载伫104篇咧讲的，就是讲即个天使伊是一个罗卜的形象吼，用火做罗卜。即个罗卜的形象要互咱来思考。天使伊的工作吼，天使的工作，毋是咱想象迄个，也是讲迄个画家笔的安尼真洁净、真白、真光的人物吼。希伯来书第1章第7节就是引用104篇诗篇的经文，讲到天使要服侍的责任。另外，咱也伫诗篇34篇。第7节看到上帝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周围安营来搭救因，所以天使是咧执行上帝交代因的工作。咱伫头前讲到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天使报佳音的代志。所以咱对这会当知影讲，天使的责任就是甲黑暗中间的人照光。传讲上帝福音予需要的人，就是咱讲各样的人。使徒行传12章第8节伊安尼讲天使对伊讲，你着绑即个腰带穿围
安尼做，天使又搁对伊讲，着爱换外衫对我来，所以天使是伫代替上帝伫服侍人，也是讲帮助人。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章14节也讲安尼，天使是啥物？天使因拢是侍奉上帝的灵，上帝差遣因来帮助遐个承受拯救的人，所以这是会通讲是上明白的教导甲提醒。所以咱即摆要来进一步来思考啦，到底啥物人是使者？天使。伫定义顶悬，咱讲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过来是圣洁的，但是需要服侍上帝，也需要服侍人。通好帮助人的人，会通介绍福音互人的人，会当甲人照光的人，遐因为信成做圣的人，迄是啥物人？伫圣经来看，就是亲像旧约的族长啦、士师啦、先知啦、祭司啦、经学师啊、君王啊、选民啊，或者是讲咱即摆咧讲的基督徒，应该拢是啦这个拢应该是上帝的使者，但无拄拄拢真正是。所以意思是讲，有的人根本毋知影家己爱做一个天使的角色。伫今仔日的经文撒母耳下卷所记载，要互咱来思考，就是讲大卫伫即段记载中间，伊到底是毋是天使啊？应该爱是。第二个思考是讲，伊有做着天使的责任啊无？当然是无。为什么？因为伊甲人民咧争争上帝的赐福。咱昨看见讲，因伫咧扛约柜的时阵，乌撒因为无顺服上帝，讲袂当去摸即个约柜，伊去摸就去互人来刑罚，然后死去。大卫就惊吓，就甲约柜放伫别人因兜，伊伫放伫俄别因兜的时阵，看见俄别伊即个家庭受着上帝大大的赐福，伊就目光赤啦伊就赶紧要甲约柜甲接倒转来。大卫袂记得伊应该爱服侍上帝，伊安尼惊死，将即个约柜放伫别人因兜。伊袂记得伊是上帝所差派，诚做以色列人的天使的使者，伫爱服侍人，给甲人伊的百姓、伊的官来三争上帝的祝福。这提醒咱基督徒应该就设置咱的言行，时常反省，来想看觅咱是毋是有真正做到诚做上帝使者的角色啊无？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2月18号。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到第4节，19到26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2到19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5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天使。说到天使这个角色，或是说他的形象，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如果说美术老师定了一个主题天使，我们来想象一下，你会怎么去画天使？或许我们会就画一个白白的人，或是说穿白色衣服的人，那身后长了大大的翅膀，头顶上有光圈。可能我们会想象他们唱歌很好听，因为路加福音第2章记载这些天使天君是唱歌的嘛但是圣经里面如何说呢？如何来描述这个天使的身份呢？除了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之外，我们还有在福音书里面有看到耶稣的降生受试探等等，其实还有。
那牧师今天不太会讨论到天使的值，有些人说它是属于灵的，然后怎样？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今天大概聚焦在天使的工作，或是说天使的职责。旧约没有天使这个名称，但是旧约称为上帝的使者 Malak， 他是上帝所差遣的，在地面上，在世界上代表的上帝。虽然在概念上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灵体，但是呢它必须是一位圣者。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了上帝，它必须有上帝的圣洁。但以理书第4章第13节这样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这样的提到，那就告诉我们这个天使或是上帝的使者是必须是一个圣洁的是圣洁的。天使是奴仆的形象，如同诗篇104篇第4节的经文所说的，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我们看到是天使的任务是仆役，是上帝的仆人，是做事情的，是服侍的，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画家笔下的那种纯白洁净，然后好像不会去沾污的的人物好像又很亮很光很亮的人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章第7节，其实就是引用诗篇第104篇的经文在说的。他提到了天使必须成为一个服侍的那样的职责，因为我们也在诗篇34篇第7节看到这样的记载，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天使我们可以联想到天军了他是上帝所差派出来保护人来做事情的。就像路加福音第2章第8到第14节的天使的职责一样，他们给黑暗中的人照亮光，他们传讲上帝的福音给需要的人，那就是所谓的牧羊人使徒行传第12章第8节又这样提到，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对他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所以天使也是在传递上帝的话语，来服侍人。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章第14节是非常清楚的，他说，那么天使是什么呢？他们都是侍奉上帝的灵，上帝派遣他们来帮助那些承受拯救的人。谁需要拯救？当然是需要的人嘛是在这个黑暗当中需要拯救的人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最明白的教导跟提醒他天使的职责了。那是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来思想，谁是天使？在定义上，上帝差遣的是圣洁的，是要服侍上帝，也要服侍人的。OK， 所以那些可以帮助人的人，可以介绍福音给别人的人，给人亮光的人，给人亮光的人，那些因信成圣的人，那么是谁呢？族长是，士师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经学士也是，君王也是，选民也是，再延伸下去就是说基督徒也是，或是说应该是，但不见得都是。就以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卷所记载的，
牧师让大家来思想一下，大卫是不是天使？应该是，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他有没有做到天使的职责？基本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没有做到。他在与民争上帝的赐福。我们昨天提到了，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把这个约柜运到这个耶路撒冷，却碰到乌撒，他不听上帝的旨意，摸了快要倒的约柜，然后就被击杀了。后来大卫因为看见这个事就害怕，就将约柜不放在自己的家，放到别人的家，他放在俄别的家。后来却看到俄别的家庭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然后呢，他就后悔了，要将约柜载回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卫忘记他应该要服侍上帝，却因为贪生怕死，就将约柜放在俄别家，又忘记他是一个使者的身份，去当一个国王，要保护他的人民，要赐福给他们人民，却看到俄别因为这样子约柜在他家而蒙受祝福，他就怎么样？要与民征服。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小心我们的言行，我们必须要时常反省，看看呢，我们在生活中是否成为真正的天使。